透过被害人所提出的行车记录器的影片，明显看到小绿车切到路边来停车，互后边的机车不得已刷到内侧，结果去互后边的汽车来追撞。事件伫6月份发生以后，骑奥多麦的女大生嘛去互网红来批评，造成心理的负担。因此，家属透过议员陈黄宇来订正，结果嘛被网红认为是关税，害环境被处分。对此，议员上午邀集第一分局甲着交通大队等单位来召开记者会，公布影片，认为停伫路边的小绿车嘛并不是完全无责任。这个陈情人18岁的妹妹，诚如大家说的，网络上说的三宝妹，她骑车有多快啊？他到底是不是乱闯乱窜，直接在内侧车道飙车啊？是不是啊？我很疑惑啊。但是如果看这影片，再加上警察局他提供的，他说看路边监视器，他停得好好的，他没有问题，他是无辜的车辆。请问你告诉我，这个红线是什么？这个路边边线是什么？它可以随意停在这里，只是因为它是一个保养厂跟维修厂吗？它就可以做这件事情，这是合理吗？针对议员公布的影片，小绿车的路边停车的位置确实是红线，但伫第一时间，申办的员警却认为小绿车并无责任。一直到后来，当事人提供影片，员警嘛无愿意来接受当事者的陈述。因此，警方才认为申办的有疏失，才来处分。我首先针对我们同仁就是有关，对民众要补充意见的部分可能在认识用法上面有一点不当，我在这边先跟大家多道歉了。然后另外这一件我们之所以会跟同仁做处分，事实上第一点就是说，同仁拒绝那个民众他要做补充意见的部分，然后另外就是，他在第二次做笔录的过程在结束后，同仁跟他父亲的对话上就是有那个用语不当就这2点我们跟合并才跟他做处分。他的职责必须要把事故双方当事人有利的一些证据、一些事物都完全做个记录了，这是在我们处理规范里面有清楚的这个载明要详尽调查肇事的经过至于这件车祸的事故的发生是不是有因果关系、这边关系，我们必须要把相关的事证做个完整的收集之后，来并案、来录案、来送给车监会或者司法官来做个最后的判断议员认为公布影片除了享有当事人一个公道，另外嘛要网红来看清楚。是不是有做事的责任？不是员警或者是网红讲的有准算。警方表示，最后还是会收集资料，送车监会来做进一步的鉴定甲研判。至于女大生遭受网络霸凌，议员嘛希望网红会用来看清事实，做出澄清或者是道歉。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